肚脐家。土地哟，土地哟，土地呀，土地呀，土地哟，嘿哩个哩个哩个，肚脐家。土地系安尼个肚脐家哇，当学堂的歌曲动有力量，安尼来分享今本日的台来宾罗思勇，思勇姐你好，瑞塔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勇。哇，今本日呢，安尼福起来了非常欢喜邀请到你。一开头呢，我想 Rita 啦，福起来了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当享受哦。安尼讲到肚脐家，我家是安比较细嘛。今天你是讲到安尼恋人穷样系啊，几首的歌曲呢，就一句歌词，操，系做埋安尼一句歌词，系较好记嘛。偷懒哈，不是下次。一定没安尼啊。嘿，因为下佢发土地系安利嘅肚脐家，也系69年嘅。哦，69年。嘿，69年。佢個意思就講留那我一記故鄉系安利嘅寶儀家。哇，寶儀耶！呀，其實係差唔多意思嘅表達啦。相連嘅。嘿，就講也寶儀，一就伊做嘅客家人，生意講下來以後嘅胎盤。錯啊，做寶儀咩？做寶儀，嘿，做賣到奶度行。咁呀，一就賣一就奶嘅蔬菜，就係安利嘅故鄉。係啊，所以青島嘅朋友唔係客家人，聽到安尼嘅情況，覺得非常非常嘅感動，嚇。係，嗰係要嗱我一記住係土地係安利嘅肚臍家，所以就講一就留土地係血脈相連。因為有經過生爺也做爸爸媽媽嘅研究啲嗬，生爺老媽媽連腔下就透過人嘅肚臍啦，肚臍相連咩？好，按你嘅胎盤，嚇，從到生爺嘅身體底度。錯，所以也就係一個客家人咧對土地嘅一種尊敬啊，尊敬，好，過嘅一個講一種土地老人嘅一種生命感。係啊，根本其實啦，思勇姐來到節目當中，唔單唱從學堂嘅歌曲本大家，還個邀請大家嗬來行一程，來看羅思勇。哎呀，按當年來到底啲做乜嘅呢？其實蠻難去行行。啲今年呢11月12號有一個落腳嘅音樂會，同大家嚟介紹一下好嗎？好，就今年11月12下晝3點到4點半。從台北市客家主題公園杜康嘅戲劇中心
有一場我哋樂團，就係羅思榮老公舞團樂團咧，韓國有邀請來賓，共下來演出嘅一場音樂會。哇！做乜一擺音樂會講落腳嗬？人講落腳，安尼講起來嗬，咩意義呢？有土地嘅情感。係有呀，你看米山人當年落腳，去到土地嗬。係。咁以後呢，我就想到我自家嘅祖先，擂台組係11師，咁到我哋呢就17師、18師、19師嘅嚇，所以嚟到台灣已經有200多年。咁以後從唐山過來台灣，佢哋就會講：落腳到哪邊？落腳台灣，落腳到南洋，也係講落腳到哪度邊，就係用嘢落腳。就像可能你呢一世年，可能我就落腳到台北咯，已經有20-30年咯，所以就係應該一世年落腳嘅素材非常非常多。有人講，你去理下，落腳到哪邊咧？也做得係有安尼嘅意思。咁也落腳嘅意思呢，當然。可能係一種夢想嘅一種追求，希望工作，希望去讀書，所以呢，夢想嘅理想嘅一種追求，所以呢，我哋會落腳他方，也係講因為工作，也係講結婚，也係講不得不咧，也係講尋到人嘅一種夢想，吃到那套素材係落腳一世人嘅素材。哇，廿幾把嗬都有分量，因為人講落腳其實我看也是嗬，我知道佢有一種前世嘅感覺，因為落也嘅是係動態嘅係動詞，唔講落腳當初安尼扔落去出出幾味咧。可是我知道廿個詞嗬有一種出發，沒有一種安定嘅感覺，佢有動態感，又安尼。當場就固定啲呀，青島我去嘅素材咧，青島芳香咧，佢講青島芳香咧。咁其實也種種寫住個，像我杜康寫手下一落腳土地受難，一回頭山水面上。哇！我知道這個人老土地。尋到嗰種血脈相連嘅嗰種感情以後呢，你就會感受到個每一擺嘅落腳，你就留入土地，留自家嘅生活嘅空間，亦係講留自家安頓都係幾隻素材。我知道一下人嘅想法嗬，大家平常時都一無閒，人講都匆忙安尼嗬，佢說青島嘅事情。大家係安尼看啊，就夠誒，冇當成深刻嘅連接，也係感受。點到我來看也落腳嗬，我就知道講，本大家做得點清下來，嚇尋日來看，老師用愛做乜嘅，也講啲都要客家音樂，想去表現乜嘅，按土地愛唱乜一個，本大家來談。嘅一般因為有安尼嘅機會，來促成也嘅落腳嘅音樂會。一般也非常感謝特別是客家文化基金會，還有特別是客委會，家己都有一個2017年呢嘅客家展演計劃，有安尼嘅一種補助，加古時候我哋就提案呢。古時候也場音樂會呢，非常感謝特別是客委會，還有客家文化基金會嘅贊助。咁當然啦，就講我買票壓力也真大。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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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哋清好嗬，客家音樂嗬，韓國使用者平常時寫詩寫歌曲，唱歌，無論係跨語言嘅，全部要做，當出得大家共下來欣賞，韓國大家來認識一下，也嘅。當有力量嘅細妹生，我哋想去表現嘛嘅本大家來認識。我想落腳出係一個非常非常好嘅機會，沒有邀請到青島嘅朋友，大家共下來合作來聽說唱嘛。因為做講一條做講台灣嘅客家，做講落腳到台灣以後。
都带从按度的素材，规则个台湾只有客家人哈，咁也客家人呢，都带形成乜嘅故事，乜嘅内容。等下会好好来，然后大家介绍哦，好好。等下就介绍，都带有那对好朋友，大家抢下来完成一个落脚音乐会呢。你下继续真到福起来了。大家真到福起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今晡日人嘅睇裏邊係羅思瑤，我嚟介紹佢嘅落腳音樂會哦。頭前講到，也嘅音樂會有非常多嘅好朋友，韓國當優秀嘅音樂人，大家來同使用者來支持，來聽熟，大家共下完成一個精湛嘅音樂會哦。嗬，第11月12號，我來看到底有哪對好朋友呢？使用者同人介紹一下好冇？好啊。當然做嗌哋個舞台樂團，邊嗌做嘅，嚇，加也就係好多阿燦，係可以講係聽藝青叫嘅，哦，佢嘅吉他彈到當好哦，韓國咪有得到青島獎，叫製作專輯啦，然後做音樂會嘅安尼嘅主要嘅製作人啦，係，好，當優秀，哦，佢也嘅咩得青島獎，人到 David Chan， 佢其實爸爸媽媽係台灣人，咁唔過佢從美國出世，咁唔過一下從台灣嘛待18年咯。哦，18年，18年咧，係啊，咁佢自家本身係當喜歡藍調 blues， 還有嘅鄉村音樂呀的嗬，咁佢自家還有另外樂團，咁佢就從我哋嘅樂團度講咧，佢係似無限嘅，因為佢我嘅樂器青島樣，要彈吉他，哦，要彈曼陀林，要彈斑鳩，安尼係啊，佢係咪盤可能會盤口琴啊，安尼。冇口琴係另外一個。哦，佢出負責彈奏類出係彈奏類。冇本佢按摩hand係啊。係啊。哦，又係 David 當腔啊，嗬。哦，佢也嘅。哇，當優秀也出咯。哦，係出咯，呀，陳楚慧老師佢本身就係台灣當有名、當資深嘅音樂製作人，韓國嘅出咯嘅演奏家，係啊。安尼需要機會到大家嚟合作。哦，也嘅咩人嘅大使咯。係啊，對客家嘅音樂國寶徐木真老師嗬，跟莫振賢哦。莫振賢藝體裝專輯家下有撈佢合作，加2007年明日也一首，有請徐老師然後愛嘅羅山歌嘅獻嘅，佢也擺呢洛陽南莊，也首歌嘅有三個字，也就係請徐老師來到讓我哋共下合作。咁其實徐老師哦，大家可能唔知，徐老師其實佢嘅即興，就係現場當真的，嘿，佢當有意思嗬，佢一開再講法嗬，就像人講嘅吟詩作對，跟住司機擺只隨口就做得唱歌呢。錯，今日咧我哋音樂會嘅頭前咧，就係會有請徐老師來開唱，嚇，甚至呢就會唱一首當初的紀念嘅《明日》，對我來講非常紀念價值咧，一首歌。很真的喎。哦，嗰入邊，哦，也係比地呢。用屁公盤咧哦，也係魯凱族嘅，佢爸爸係頭目，所以佢係王子。係啊，佢嘅比地，人講嘅安尼用屁公盤，我係識碰過。哇！一盤啊，一年哦，哇！瞓爹爹係嘛？瞓爹爹有呀，所以一天中唔得有感冒嘅時節，比賽你就噴唔出來嘅。錯，嗬，尤其嗰種氣，嗰種心，非常嘅甜甜，真有辦法噴安尼個比地。係，咁因為也就很多幾老。我2007、08年時老佢合作過，咁我非常欣賞佢嘅比例。咁因為佢係魯凱，咁其中我嘅有一首很多太魯館，太魯館也嘛係有融合安尼嘅魯凱族嘅安尼嘅意象，所以呢就邀請佢落來參與安尼。很讚嘛嗬！
好，也係比地要加入，嗰個一個爵士長笛演奏家。係。咁我想講，做講一類嘅音樂，其實做講希望，聽起來有傳統嘅按那個底蘊，不過呢，一類成發到現代，希望也有一種現代感。現代音樂嘅方式。係，嗰時候就邀請也爵士嘅音樂好手，佢彈嘅flute。也係鍾穎蘭先生咧。係。哇好，哇嗰個一個見那個按喺個麥克風，來錄音，佢到底做乜嘅呢？也就好多聲音藝術家，佢係法國人，嚇，不過佢係台灣嘅西郎。台灣嘅西郎，你算係台灣人了。係啊。佢一擺邀請佢，就係希望講有音樂會嘅開場，可能就從海水開始，按那個水嘅意象，就像人家會顯明草甸上呢穿越污水溝。嗰時候呢就開始，我就邀請佢來做一段按那個聲音嘅藝術去帶領大家來進入到客家嘅音樂度哇，全部都有設計啊！係。一個彩亮嘅笑容，也後生人，佢係美麗咧，伊個後生人，佢係做影相嘅，佢個影相嘛做得非常嘅好，也有得獎嗬。咁一擺我就想講，千好無共樣嘅時代啊，做得來共下合作，安尼呢，大家做得互相了解、互相學習。好，咁嗰時候呢，就邀請也很多陳鵬文，佢來做影像，就係配合也音樂來做伊個影像嘅對話。嗰時候從幾隻音樂嗬，視覺同聽覺全部經過設計，希望俾大家聽呢一開場嘅海水，就開始講歷史故事咯。其實也擺嘅音樂會所有嘅曲嘅嗬，就係也按當年來嘅你嘅習俗來展現，錯嘛？我係也10多年，就透過音樂，應該來行腳台灣，去落腳到台灣嘅美麗素材，咁特別去演出㗎，有時對幾隻素材就會親有感觸，譬如講像董事，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愛嘅愛情》，咁也其實也按那個發想，就係從董事有一個郭杰利。都有名，都好郭杰利之父很多張永成先生，佢就講研究按那個郭杰利嘅一種方式啦，剛才就知道講，按那個意象，轉換到人老人之間嘅一種感情，也係講愛情，愛情向下就係兩條梨樹接到向下，共同開花，共同大志。共生共命一生。哇，變到很浪漫。好比講太魯館就係描寫也屏東高樹鄉，也太魯館嘅素材呢，主要唔單止係客家人、河洛人、平埔族、排灣族，還有魯凱族，也按到錯嘅，因為有水源頭，所以有水源嘅素材，咁當然就有衝突啦。有衝突，有衝突就有融合吧。錯，嗰時候呢，我就做一首太魯館。本體個當其他呢，一般安尼嘅落腳嗬，行去特別介紹一個人，一個人嗬實在很大聲，竟然冇來到現場，卻係使用這顏墨嘅，咁做一般嘅規則嘅意象嘅設計呢，佢即家咩係做版畫嘅藝術家，嗰個一般同大家介紹一下，一個海報嘅設計嗬，就真正係落腳要腳攬下去嘅感覺，要好吧。一支太腳，腳可能要木柱，又係木柱啦，一係佢特殊嘅雕像係啊，像也落腳主要動色彩啊，所以呢就佢就想個
也支腳啊，再扔落去啊，嗬，係啊係啊，嗰行過要乜嘅塞屎嘅，塞屎嘅，唔過佢哋片同告訴人講塞屎嘅，塞屎嘅，其實強頭冇強腰，係冇強腰嚇，個要好巴啦，要貨放啊，要貨放也得嗬，我想也就係希望呈現呢，就講客家落腳到台灣以後嘅也發生咧安尼青島嘅故事，就希望透過也傳説，也係講也場音樂會來呈現出來。呈現出來嗬，其實使用者一下帶嚟台北，佢講佢一下落腳啲台北咧，唔講唔自家係苗栗人，苗栗人對唔自家嘅家鄉，對一擺落腳要等等安排乜嘅歌。一擺呢，有一首我喺苗栗市，嗰一擺嘅音樂會度行呢，有一首我爸所寫嘅，看到《客源之歌》，也係佢依早呢，從嘅白色恐怖時代所寫嘅。不過呢，我感受到講，就講耶穌是佢希望佢自家變呢天堂嘅雲，天堂嘅雲，佢做得看見自家家園。自家嘅家鄉，自家也家鄉成長嘅聲音呢，然後甚至呢，對生命嘅一種理想、自由嘅一種追求。可能有一種大愛嘅感覺。錯，故說呢，亞種嘅落腳係天堂嘅落腳。他快，他太嗬。其實同到故事呢，嗬，睇下點嘛嗬，一擺11月12號下晝3點到4點半咩？唔過上去談故事嗬，要演唱會前嘅導聆，下晝2點就開始啦，係嘛？請大家去好好把握機會，因為喺導聆嘅時間，就要聽到故事同大家分享，幫大家帶點安尼嘅故事落去談歌曲嘅時間，你就冇同樣嘅感受，我幫你知道講哇。我家下談嘅故事，完全全部演啲歌曲地位咧，當成劇。我想等下呢，使用者有機會再個同大家說說唱唱哦，等下繼續再來哦。再次轉到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今日要唱到使用者，佢來到節目當中，我很記者，因為真見好佢無論投入安尼藝術嘅工作，教育，還個音樂嘅創作，係 Rita 學習嘅前輩啦，正也擺也落腳嘅音樂會，其實記錄而台灣萬乃去。聊聊，還個寫下你自家嘅觀點哦。一擺音樂會按到嘅歌曲同大家再個介紹一下好嗎？好啊，我想落腳唔大家講嘅唔單止係土地，連安尼個海洋，海大海，我想喺度做先民做係好穿越污水橋。將落腳到台灣，故說先前馬係老海有親層嘅一種關聯，尤其喺度台灣又係海島，所以海嘅一個部分呢，其實海馬係人類地球嘅阿妹啊，也輕鬆嘢，當中嘢，嗰個地球90%就係水咩？70%就係水，就講我其中有一首很多土地老海洋嘅戀歌，土地與海洋的戀歌。我發覺唔清好談戀愛，嗰隻裡面做對談戀愛，海洋咩做對談戀愛，唔清有愛呢，其實對啊，假使每三人就做對老自家嘅土地，唔單止係老所愛人談戀愛哈，老土地老一田地萬物就有愛，就係無共樣嘅一種感受啦，感情哈，咁嗰種也數個位嘅樣時下，也數個位時間係我初步台做駐鄉嘅藝術家。我從舞台當然佢係客家莊，不過呢，蠻認識青島鄉後嘅朋友，
哦，就係你客家嘅太香呢？太香，唔過佢哋完全唔會講客話嘅。我唔知布袋係客家種呢，因為我去到嘉義嗬，其實我因為我姑婆以前嫁到嘉義，佢也搬到北部，佢青島嗬，我哋講可能要闽南、高雄、屏東嫁來嘉義嘅，唔過我聽到嗬，清少客家話，太方言關係啊嗬。係啊。家無論係咪會講客話啦，我覺得係要參與後世嘅種情味啊。因為佢係方言嘅關係嗬，其實可能識嘅東西係識客家菜哦。係啊。家嗰時候就知道講，也安尼嘅有關海土地，也安尼嘅關心嗬議題，咁我也希望就講就透過耶穌講嘅，喺表達就講人類愛對土地、愛對海洋更加多嘅一種關係。係啊。唔好就講因使用、因利用稀薄嘅嘢掉，也係講海洋去作魚嘅作槍啊，也係講去污染啊，係啊，嗰時一擺也有邀請布袋其中一隻影像嘅紀錄片嘅一隻影像家，佢會提供布袋嘅候鳥，就講以下布袋因為伊做係鹽田，加以下就變咧仿鐵咧，冇曬嘅仿鐵咧以後變咧個人家就講嘅黑面琵鷺，青島暗島，嘅大雁嘛嘅變做雕嘅。休息嘅地方，快樂嘅天堂。哇，係好哦！嗰行過人家哋嘅觀音嘅藻礁，大潭觀音嘅藻礁，一藻礁嘛係上千年呢，真有辦法變嘅藻礁。嗰時候呢，佢係保存非常多嘅海洋嘅生物做嘅度家希望就講嘅在地嘅朋友，就嚟提供佢哋嘅安尼嘅影像，幫大家來向下關心安尼嘅議題，希望土地留海洋嘅安尼嘅人類唔好講種嘅因利用，應該係咧要保留更加多嘅空間，去幫大自然咧也得萬物去棲息啊，去生發到幾條邊嘅。嗰時候也擺地圖，你就嚟看到青島影像嘅東西，結合在地嘅人工大自然嗬，本體又要感受一下，哇！原來生發嘅環境咁強，去好好整下佢養係好嘅選擇。睇過安尼嗬，安尼從台北安尼環島一圈，來到東埔，有冇聽過故事咯？東埔，我其中有一首很多百合情緣，百合花，因為百合個非常純潔啦，所以呢，唔過就感受到嘅百合花，就其實客家話很多大文化，加東埔呢就有一隻奇蘭香。也係台灣非常有名嘅，客家有名嘅家嘅用自己味道土地嘅一種維護唔好俾嘅工業新嘅工廠也得污染，所以呢佢出來抗爭，加後面呢佢認為個安尼因抗爭唔係辦法，應該按樣辦去搶救土地。佢安尼想開始做，所以呢，佢就去到台東去老人住青島嘅土地，嗰呢就來種青島嘅那個米啦，也係講也係講黃梨呀，乜嘅青島啊，青島嘅農作物，農作物，包面佢就做醋酸吃，所以呢，佢係可以講係有機醋嘅達人，哇！巧人當厲害係啊！家嗰種係要寫一首講到百合情緣，就係希望講安尼嘅百合花大文化，
幾種一種冇受到污染的安尼嘅純潔嘅，純潔的安尼嘅意象，希望做得按做條生活度嗬，行較多嘅人去感受到。好，今晡日呢，喺節目當中嗬，嚟介紹呢樂國嘅音樂會嗬，本大家知道個非常嘅豐富。頭前咯，使用者有講哦，安尼買票嗬，實在有壓力。不過我相信我一下嗬，上嘅臉書，我看到非常多人來支持來分享呢。係啊，大家就真喜歡。韓國就老大家講嗬，來聽下音樂會。聽錯會人知道講，哦，原來我離我土地安全咯，嗬。要不然我想當地製造嗬，時間會到咧，過冇差唔多半整年就會到咧。一下心情樣嚟咯。當然，呀音樂會最主要就係音樂嘅欣賞啦，嚇音樂嘅欣賞。咁一擺我就係希望講透過一場音樂會。唔單唱種嘅音樂嘅欣賞，就講透過影像、透過聲音，也係講透過也歌曲度向後輩嘅幾種故事，希望大家對自家台灣、自家嘅土地、自家嘅故鄉、自家嘅家園，有更加多嘅一種關心、老重視。係當然，人家講嘅愛。其實我只講咩咩真好奇啊！嗬，睇下講也擺做安尼嘅樂國嘅音樂會，唔過那時我做得睇喺度使用者新嘅專心咯。因為現在專輯可能我等到明年的春天，將有辦法製作出來哈。當好，春暖花開，要充滿好嘅時間。係啊，就想講春天將開始哈哈。咁唔過也擺音樂會也會規則嘅錄音，假使係精彩嘅話，可能冇聽錯也會做埋嘅一種發行，冇聽錯啦。嗰時候當咧製作新嘅專輯咧。好，當地製作咧，大家有耳福了嗬，大家就等先看樂國，再個等明年春天嗬來看，使用者推出嘅新專輯喎。我想今日嗬安尼時間會多親密咧嗬，我同大家小可感謝一下嘛。我相信一路向千多年來讓你支持，特別的演唱人講嘅行前的這個感言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嘛。好，我想當然我想替感謝，如果我做得更多客家莊。哇，有感謝土地咧。就講透過客家文化度向有非常多對人對土地嗰種非常關心嘅一種事業幾種年紀就係當冇重要，尤其喺度學法按講嘅一種語言我想就講希望做老爺安尼嘅客家語言進入到音樂以後，做得透過安尼嘅歌聲去唔單止唱本更加多嘅言談甚至唱本書嘅談，唱本花談，唱本海談，唱本也天地談因為喺度就係感受到也天地嘅幾種力量，喺度嘛唱轉去就像山歌一樣嘅。唱到漫山遍野咧。你真嘅懂浪漫的學姐，同大家講，佢真嘅係學姐，高中太好嗬，我係學妹嘅學姐。係啊。當幸福，我想今日復起來咧，大家嗬就情感唔同哦，咩祝福演唱會太成功嗬，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哦，等下繼續聽你線上嚟做運動了，張來了。